丢进黑暗，我会带来光。道路太过艰难，我在你身旁。我所有做的说的你不必理解。I'm the chosen one， 这一切自然扛在我的肩。什么原则全都被我打破 ，No matter I'm an android。看着那恢复夜空，晃动在血液中 ，You know I'm a tough boy。Tough boy。Every 新的原则全都被我打破 ，No matter I'm an android。看着那恢复夜空，晃动在血液中 ，You know I'm a tough boy。Tough boy。I'm the chosen one。Straight up, I'm the chosen one. I'm the chosen. 验明身份，否则攻击。你从小就这样，生死关头总能爆发出更强的力量。你是老师？你不是留在边境了吗？怎么会在这里？这里地形隐蔽，位置偏僻，便于跟你接头。什么意思？我就是元一。你就是元一？你跟今天的事情……我发送全民警报，安排针对4大候补的刺杀，是为了告诉联邦，元一回来了。之后我将你们4大候补和人类部队调离议会中心，好让我那些在议会中心外围安防的弟兄顺利进入大门现场。今天所有的事情都是我一手策划。所以袭击我和珍妮的人是你？刺杀4大候补，单独放过你会引我怀疑。要把我们困死在隧道的也是你？以你的力量不会有事。那其他人呢？隧道坍塌有几个人能活？我为什么要管其他人？果然，一到生死关头，你就会能量飞跃。不逼你一把，老李死了，整个边境中队没了，联邦军也死了好几个无辜士兵，都是因为你的谋划。你还要害死多少人？联邦那几个士兵是我杀的，但你不觉得老李他们的死跟你有关吗？什么？边境惨案的罪魁祸首是谁？是你联邦，他们处处针对你，3号尾随你就是为了除掉你，结果你却救他们，你怎么想的？我要竞争天选者，怎么能不管无辜的人？但他们只想杀你。灯塔会评价我的行为的。灯塔根本就是他们的工具，要成为天选者，你只需要胜利，你不需要仁慈。我秘密操作这些，把你逼到绝境，都是为了锤炼你。只要你能成为天选者，所有为这件事牺牲的人，包括你父亲，都能安心。不对，你忘记边境惨案中冤死的5万英魂了？没忘。你不想为你父亲报仇了吗？想。那就别管什么对不对，拼死成为天选者，不惜任何代价、任何手段。鄙人将星613，仅代表全体仿生人前来报道。你派仿生人入侵了世界大会，主动与会，
怎么能叫入灯塔很侵？快就会有反应，这些战士等于自投罗网。灯塔已经宕机了。什么？也是你做的？灯塔是全人类思维的枷锁，关闭灯塔是整个行动的第一步。说吧，你的计划是什么？你找我想做什么？计划是由绑生弟兄告知史进，2、3、4号天选者都是受李联邦操控的基因人。我要打破壁垒，给所有人一次重新选择的机会。这样，我就成了唯一的天选候补。没这么容易，接下来的局势会很复杂。演讲结束后，天宫之下压抑多年的死亡恐惧，以及对灯塔和天选信仰的崩塌，会让无数底层公民涌向议会中心，声讨李联邦。而李联邦面对强压会分裂为2派，激进派会主张利用灯塔强制操纵全体公民，保守派则会主张以退为进，推出替罪羊平息民愤。但最终，李联邦里一定会有人想到那个最好的主意，从根源瓦解这场危机。什么主意？回避问题本身，转而消灭提出问题的人。无论是否在为人类战斗，仿生人的觉醒和反抗是人类天然恐惧的事情。只要李联邦抓住这一心理，宣称广生弟兄是由天宫人唤醒的，是受天宫人指使来破坏人类团结的，舆情会瞬间逆转。他们还会趁乱宣扬李联邦那套人类中心论。如果李联邦这样反击，你说公民会相信谁？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的港生人，还是代表人类利益的李联邦？所以，部队将会被人类围困在议会中心。613他们为了等待反击的机会，就不得不以现场人员为人质，跟外界周旋。但这样一来，公民的怀疑就会加深，对李联邦的指控就会更加无力。而李联邦知道绑生人不敢伤害人类，这样一来，只要派2、3、4号天选候补突袭现场，这场反叛就会失败。天选者和灯塔系统都会彻底落入他们手中。既然知道结果，为什么还要这么做？因为我们有扭转局面的机会。怎么扭转？关键时刻，我会出现在大会现场，向全人类公布自己天宫间谍的身份。我会引诱3大天选候补进攻会议中心，绑生部队会趁势杀伤他们。 3大候补实力强劲，你有把握吗？总之，他们会在此战役中彻底失去竞争天选者的能力，而广生弟兄会成为蓄意杀伤天选候补的人类公敌。到那时，你再出面消灭我们，解救人质。如此，天选归属就非你不可。你要我杀你们？是我们死在你手里，我们才能安息。那些战士都这么想吗？是的。你控制他们了吗？我和他们是同胞，人格相同，想法相近。他们愿意为你做任何牺牲。他们一直在等待今天的到来。为什么非要这样？为什么要这样？这不应该是大家活着的意义。我们别无选择。那年你教会我之后，就不辞而别。今后的修行就要靠你自己了，永远不要依赖任何人。是，老师，如今重逢，
就要我杀你，就没有别的办法吗？事情总要有人去做的，就让我来结束这一切吧。本想埋伏你们，但听你们讲故事，听着听着竟然有些感动，出来给你们鼓鼓掌吧，表表敬意。有点糟糕啊，竟然没发现你们应该荣幸，能死在我未来天选者的手下。不行，是你！你那些部下训练有素，讲情义，都是好样的。他们是我下令杀的。刚刚没有你，我和部下出不了隧道，真得感谢你，感谢你给我机会，让我先灭掉边境中队，再干掉你和元一。现在是人间亲近的人都会遭遇不幸，是我害了大家，所以我不能再让你们牺牲了。由我去干掉3号、4号、2号，然后我再去挑了李联邦，只要我活下来，到时候他们只能选我。小心！堡垒联邦的背后存在着一个绝密的李联邦。32年前，第5人先生横空出世，成为天选者。原本呼声最高的候补圣雄德妃愤懑难平，他受李联邦煽动，利用候补的特权潜入并破坏。呼叫各区各部即刻返回，目标议会中心。李联邦借机将灯塔据为基地，公民芯片由此成了任人窥视的窗口。芯片不仅仅是人们所知的传感器，它还是一个传递指令的窗口。掌握权限的人可以操纵窗口另一端的任何人执行任何命令。相关事件的证据我已经上传到灯塔信息平台，各位公民可以在灯塔恢复运转后自行查阅。能否说明一下您是如何知道的问题了吗？在您的演讲中并没有提到这一关键信息，是否是有意忽略的？为什么无法切断信号？灯塔宕机，直播系统不通过灯塔无法关闭。灯塔不是永不熄灭吗？怎么换了几个配电枢纽就宕机了？灯塔能源原本直接取自母星河，但最近几年，组织为了人工源能量的开发储存，将灯塔功能换成了民用线路，所以我们是自作自受喽。那我们是自作自受喽。我们的部队呢？天选候补呢？都被调离了，目前正在赶回。议会中心是哪一支部队防卫的？议会中心是保生人负责防御的。他们应该是做了长期而周密的准备。通知现场的李联邦军部成员，不要管舆论，引爆项圈。已经通知了。人皮畜生，看你们还怎么……校长，坐回去。警环炸弹过期失效，就是灯塔沦陷的证据之一。这是人为贪墨军费所致的。李联邦通过奸计技术，创造出了一批存在致命危险、便于他们掌控的仿生人。他们要在这些人中培育出下一代天选者，以达到彻底控制人类世界的终极目的。当代4大天选候补，全部都是他们生产培育的仿生人，其中来自边境的魏沁少校较为特殊。他的缺陷被其养父
前边境元首魏普先生修复，因而脱离了李联邦控制。但他也因此遭到了李联邦的暴力欺压，引发了那场葬送数万边军的边境惨案。物证信息均已暗中搜查完毕，已通过云端数据网，我已经上传到灯塔信息平台。鄙人向大会提议，请将以下提案纳入议事内容：一、恢复灯塔权限；二、建立全民维护灯塔的制度；三、惩处李联邦相关责任人。拆掉！拆了！别瞎了！拆了它！拆了它！拆了！想空了！拆了它！拆掉！警告！芯片信号大量流失，灯塔即将停摆。局长，大批公民开始拆除芯片，这样下去，即便灯塔重启，也不能正常运转了。全体注意，公民反弹已经形成。既然告光了我们，那我们就不要再隐藏了。我们要在灯塔恢复的第一时间强制控制全体公民，不是武装突入议会现场。太激进，恐怕引起天选者干预啊！最后一条，杀死卫青，逼宫天选者，要么跟我们合作，将原能量传递给我们的人选，要么就面临天选断绝、人类灭亡的死境。我觉得可以谈，太冒进了。我觉得不用谈，这可行吗？没必要了。有一个人可能有更好的办法。各项生命体征已恢复正常水平。不用扶我，你们又有什么麻烦了吗？差一点点，归零。这是哪儿？你的意识空间。你是谁？我是你的老师。老师。刚刚现实世界里，你能量已经枯竭了，再打下去，你会死。那也挺好的，我早就想放弃了。放弃？你不是一直拼命要当天选者吗？对啊，当上天选者，我才有力量为父亲，还有边军将士们复仇。我才有能力给边境的人们带来幸福，我才能赎罪。这是我老师告诉我的。你需要力量。是的。我可以给你。真的吗？从你出生起，我就把这个力量藏在你身体里。你曾经唤醒过它，还记得吗？现在我要关闭你的意识，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吗？老师，你之前要我处决你和战士，是骗你的。613他们也被骗了，我只是想利用你们帮我摧毁天选和灯塔。对不起。总之，我不用再伤害你们了，是吗？我不会再连累身边的人了，是吗？你没有连累谁，也从没伤害任何人。这一切都是我做的。安息吧。
实现温热，隔绝在乱世之中活着，不愿意让人岁月蹉跎，从不畏惧困难，从不害怕挫折，抬头要面对，已经没时间流泪。知道结局的时候，也从没想过会后悔，从来都不会去违背天选的规则，运气和勇气一直在配合，不去想会吃多少的亏，让自己后悔才是最大的罪过，让我拯救世界这是天意，难为的生命无数陷阱，开启鹰眼我要开始飞行，可这时代无处不在的危险，等待不一定能够带来光明，天选不一定只是能够无情，未知的恐惧来自天空，成为希望从不愿服从的命，终于幸福在长大以后，所有人共同面对宇宙，渴望人类和平的小孩，祈求正义能够归来。最后播送一首摇篮曲，祝大家晚安好梦。摘掉帽子。